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古早人讲，想要找好囝婿，唔通贪聘金；若是要找好新妇，就唔通贪嫁妆。这几天咱新闻报道讲，一个50岁护理师请媒人婆啊替找对象，条件是爱财产有8000万，抑阁袂当伤大颗。若是要讲到聘金，到底一般的行情有偌济？道媒人婆啊讲，这个大订一般行情是20万，若小订上济16万。不过即马现代社会，嘛有真侪人无收，嫁娶就要注意什么款的大细项代志。老新闻讲台语，甲时间交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老台语讲新闻》，我是黄秀文。今仔日啊，带你来关心的是，最近有一位护理师，伊想要结婚，毋过伊的条件足特别的，带你来看。这位护理师，伊是大学毕业，今年50岁，伊未结过婚。伊讲伊家己生啊足古锥的，阁有气质，毋过想要成为伊的翁婿，无啥简单哦，爱70岁以下。而且袂使收大箍，伊的囡仔袂使插手伊的生活，更较重要的是，伊爱是好野人，公司的头家阿斗啊嘛会使，好野人退休嘛可以，而且伊全部的财产爱超过8000万。伊阁讲啊，伊会使陪伊四界耍，是伊一世人的护理师。毋过媒人无看到伊即个条件了后，就感觉讲哇。这真正是有够困难的，毋过伊也是真正有拄到伊介意的人的话，刷落来就爱办婚礼。办婚礼嘛是一个足困难的挑战，因为办婚礼足搞礼数的，也是甲传统的婚礼的话，就爱有即个拿啊，即个拿啊叫做下拿，下拿的内面爱有即个双喜金，双喜金呢个叫做丹罗金，丹罗金甲放入去了后，阮搁来放米糕、糖啊、泡啊甲聘金，聘金呢阁有分做2种。叫做大订甲小订，大订呢是36万、60万甲66万，小订呢是12万甲16万拢有。毋过即马有足侪新娘，其实因拢无咧收大订，有诶是完全拢无收。新郎呢是负责用聘金的部分，新娘呢就爱用。嫁妆，嫁妆呢，就是叫做嫁妆钱，是后头厝帮新娘准备的钱，甲家具即款物件。嫁妆上重要的，就是要有好吉条，亲像即个当盆甲鞋啊，就是表示讲希望这2个人会使做伙甲老。家刀呢，就是双双对对；花干啊，就是挥挥富贵；糖啊呢，就是希望这2个人一世人的感情就会使讲足甜蜜的。再来是灵红配，灵红配就是希望这2个人会使有生足侪子孙。再来呢？嫁妆该搁注意的，就是嫁妆上好是莫送电糕，因为糕即个字甲和即个字有够小型的。再来是丝巾甲手表啊嘛，上好是莫，因为伊听起来嘛有歹吉调的感觉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甲镜头向我主播。